但是呢，不是很会跳舞吗？加拉给加拉嘎，那是韩国的哦。好，开玩笑，过去了，回来。然后最近的台东花莲也不平静了，包括我的部落在上个礼拜吧，如果有听说的话，这新闻还蛮大的，我还蛮讶异的这样，然后真的是集结部落所有的年轻人，就我们在黄国土地守护传统领域哦，就是在东海岸东部这边呢，即将有33个 BOT 案，你们知道吗？你们家有被逼到吗？BOT 有被逼到吗？被逼。不好意思，我们都来有被逼到，不晓得要开箱难过，就很恐怖啊！我觉得很恐怖。我看到垦丁，我就觉得我不希望这个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这样被财团被饭店给占据住了。我们现在看风景哦，就是海岸线这样，普联路上岸都不用钱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现在开始有一些饭店，如果真的盖起来，就会像就是以后停车搞不好就要收你50块、100块的清洁费，你要看海景第一排就要收你5000块、6000块的住宿费，钱都被财团赚走了。你说盖在部落里，我们这些部落的年轻人永远都只是做整理房间啊、服务生啊，偶尔还可以看到宿命的表演啊。我不知道，我觉得好恐怖哦，我觉得很恐怖。人类的发展的模式不是这么我觉得不是只有这么一种，就是一定要破坏自然生态，破坏当地的人文的那种气质，然后做所谓的大型的建设这样。我不懂，然后我希望大家一起帮忙，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所谓的东海岸这块土地这样。然后多尔部落年轻人，我觉得我很感动，因为那天我真的很想回去，但是又得要，我就用我自己的影响力去影响了很多来听我的唱歌的朋友们，希望他们在乎这件事情，就是不要把这些土地都给财团给政府这样，就是很轻易的给他BOT逼掉，好不好？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这样也不是礼物啦，这个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布条，叫做所谓传统领域，对我们部落做的。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钱啊，出去外面工作都做很低层的工作。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出钱出时间回去部落，然后花钱，然后做这个布条，一个也要10几块呢。所以，然后如果能用3万块的抗议打败人家30亿的财团，我觉得也是小的投资，大大的回馈嘛哦。我们就用人民的力量，好不好？然后，当然让大家感觉一下，就是应该你们都没有参加过所谓的抗议嘛，对不对？那感觉就很像那个谁的不要来，然后就要那种决心，就是尤其在你绑上那个布条的那一刻，谁的不要来。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土地，这样，那很刺激啦，很像第一次出草的感觉，还会掉眼泪。我这边有几个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好不好？好。如果你有勇气，感觉一下出草的感觉，可以带一下。我们一定要守护这个土地，我这么觉得。你不强迫哦，不强迫要带哦。你想要带的时候，我想要拍一下，我要给我们部落核销。这个布条绑完之后，也不能让你带走，还给我。因为我们要这个抗议要很久很久。
真的要很久，因为说实在，政府很难沟通，财团更难。孩子啊，我们要加油！一世的把来记住。哇，有没有那种感觉？要出场，要坚持。虽然不是电影，因为这是真实的故事。绑完，等下绑我哦，好不好？然后我想要唱这首歌，这样，我真的很想要唱这首歌。我很久以前就写好了，就叫做《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因为很多人很爱都兰。现在都兰国小书包全省各地都买得到。那我相信有些朋友是很珍惜的爱，但我比较不相信被 BOT 被财团喜爱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很不舒服。原住民是共享的民族，土地是属于土地的，不属于任何人，人都只是这土地上一个很短暂的生命。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被这样财团占领去。我们用柔性的诉求，我们已经还我土地还到，拜托啦，还我土地。现在就只好集中各位朋友的力气，别在多人的土地上轻易的说你爱上我。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有谁带来我？烦恼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孤单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我快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海风吹过，树影佛说，歌声从来没有停过，快乐许多。不知以后有谁带来我？纷扰太多，呼啸而过，由我来保守。别在独蓝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我快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孤单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爱上我，在我快来临之前，先
出口。